好，今日帶大家去參觀一個奧雲峰買賣同埋租嘅單位。咁大家而家見到呢度咧，就係一個客飯廳嘅位置啦，長方形。咁啊，其實連接住一個22尺嘅露台，望翻個景觀咧就係東北望翻獅子山。咁啊，其實下邊亦都有條橋咧起緊咧，就去地鐵站嘅。咁啊，無縫接軌。咁另外咧，呢一座咧其實比較單邊咧，其實都會望到咧體育園嗰邊嘅開揚景觀嘅。咁前邊嚟講咧，其實就唔會有再較高嘅建築物㗎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呢個景觀嚟講咧，都係開揚嘅。咁啊，跟住我哋睇翻啦，22尺嘅露台連接住客飯廳，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擺嘢係好方便嘅。飯廳、飯台、電視機，我身處呢個位置係 sofa。咁跟住咧，我哋睇翻第一間房啦。房間嚟講咧，見到就單邊位向翻東北偏東位置。咁望翻咧就係四四方方啦，擺咗個衣櫃。咁亦都借用咗小窗台咧做上床嘅。咁但係如果唔借用窗台嘅話，其實張床都可以擺翻落嚟。咁或者可以將個衣櫃擴大啲又得。咁呢個係主人房，四四方方嘅。咁跟住咧，客房嘅位置啦。咁客房大家見到咧，其實都係寬敞嘅，比起而家一般嘅樓宇嚟講咧。咁其實嗰邊咧就門後邊可以做一個衣櫃啦，一個入場嘅大衣櫃。咁只係有呢一度咧有小雜角位嘅啫。咁其實可以做個收飾櫃，飾櫃咧可以收飾翻。咁床咧可以咁樣擺又得，或者呢邊咁樣擺又得。咁景觀嚟講咧，呢一邊咧因為單邊位咧，其實望到咧就係有少海景啦。咁亦都望到體育園嘅。跑道嗰邊嘅樓宇啦，都會公園。咁景觀嚟講咧，呢間房咧單邊位咁望翻向東嗰邊為主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再步行翻咧去翻洗手間同埋廚房。未去洗手間之前睇翻廚房，廚房咧連接住16尺嘅工作平台。咁呢度咧可以擺一啲收納嘅清潔用品各樣地拖嗰啲咯。咁呢度咧就係原裝收樓標準嘅一個櫥櫃啦，當然有使用過嘅痕跡嘅。咁電器咧部分咧就已經換咗嘅。咁跟住咧再行翻落嚟咧，呢一個咧就係洗手間。咁名次設計，咁樓宇嚟講咧名次咧就通爽啦。咁洗手間咧其實都寬敞嘅。咁大家對呢個單位嚟講，如果有興趣嘅租賣租放嘅呢個單位，可以聯絡翻我哋扎根區內20載嘅志高物業自託代理，為大家去介紹翻，有鎖匙參觀。多謝晒。